看看我这演技还行不行？你今年21？哪有那么年轻啊，阿姨？我23了。哎呦，你比我儿子整小7岁。我喜欢这7，你知道吗？这7这数不能被整除，这是一定数。是吗？你叫什么来着？小雅啊，小雅。呀，这长这么漂亮，这男生不得头天晚上搬一马扎坐你家门口排队等着你？阿姨，让您说。出去摸，我太没追求了吧？你叫什么来着？小雅啊，小雅。小雅是这样哈，如今这个时代，如果身边碰上这么几种男生，特别是兽医，极品。一杯咖啡，谢谢。喂，妈。儿子，因为这天凉了，你这想着加衣服，不是你什么时候你到我这农场来一趟？我是说那个，我们这有一个新产品啊，那个下脚料就拉倒吧您就直说，又看上哪家姑娘？要说是我儿子呢，是一个小姑娘，我看着特别好，这行，你得看看她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能解决，您就别瞎操心了。你说您儿子长得这么帅，那10里8乡都是标杆，您老让我去相亲，你说就跟我自己找不着似的。你这，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保证给您娶个漂亮的媳妇儿回去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啊。不是，你听，你这不让人说完话就挂了。糖。可风，下班了，走啊！哎，我马上画完了，一会儿就走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也别太晚了啊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
妈，我都跟您说了，我自己能找到媳妇儿，这事儿啊，您就别催。我从来没这么疼过。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妈。你干嘛呢？你眼睛生青了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，你帮我把门锁上啊。哎，不是。弄整齐点啊！杨大伟，搞定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别让别人知道啊！亲，你美呗！可风来了啊！快摆造型！哇塞，杨大伟干嘛呢？哎，别跑，赶紧回来！走。哎，呵，哎，你，哥们儿，你是干嘛的？小爱，我爱你，小爱，我爱你，小爱，我爱你，快来，小爱，我爱你，小爱，我爱你，快来，小爱。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爱你。老婆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？啊，你不提醒我还忘了。是什么日子啊？